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6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0篇，创世纪24章34节到41节，50节到6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改变。亚伯拉罕甲伊的太太撒拉伫年老的时阵总算有一个囝。上帝应允的这个大国总算是安尼会当开始来实现啦吼。但是伊的囝以撒的终身大事，却是这个大国应允的后一个真重要的步。所以呢，这个亚伯拉罕就找见伊的仆人，去倒转去伫伊的故乡，要为着以撒伊后生来找一位女子来成做伊的太太。仆人安尼讲，主人爱我来救抓。换一句话讲，仆人就爱照主人的命令来行事啦吼。出世纪24章34节到41节，50节到67节安尼记载。伊就讲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上主有大大赐福我的主人，互伊真好业，佮互伊有牛、羊、金、银、仆人、女婢、骆驼甲驴仔。我的主人的某撒拉年老的时，就甲伊生一个囝。我的主人嘛，将伊所生的互这个囝。我主人就教我着就抓讲，毋通甲我带这的迦南的女子做新妇。你着去我老爸的家，我本族遐，甲我的囝带一个某。我对我的主人讲，迄个查某囡仔若毋肯对我来拦遮，要安怎？伊就甲我讲，我服侍的上主会找伊的使者甲你做伙去，互你一路顺利。你就通对我的宗族、阮老爸的家，甲我的囝带某。你若去到我本族遐，就算就怎做，万一毋将迄个查某囡仔交互你，这个就怎就甲你无关。列班甲比托利应讲，这个代志既然上主安排，阮袂当对你讲什么。当利百加伫遮，你通带伊去，照上主的安排，互你的主人的囝做某。亚伯拉罕的管家听到这样的话，就趴伫涂骹敬拜上主。迄个管家起来，摕金器、银器甲衣服送利百加，佮将贵重的礼物来送互伊的兄哥甲老母。迄个管家甲对伊的人，即时才啉食休困。隔日透早，管家对因讲，请互我倒去我主人遐。利百加的兄哥甲老母讲，请互查某囡仔甲阮住几日，上少10日，伊才甲恁去。伊对因讲，这毋通甲我留，上主已经互我一路顺利，请互我赶紧转去我主人遐。因讲，阮叫查某囡仔来探伊的话语，因就叫利百加来问伊讲，你敢要甲这个管家做伙去？利百加应讲，我要。因就送小妹利百加甲伊的儿女，对亚伯拉罕的管家甲对伊的人去。因甲利百加祝福，讲：阮的小妹，愿你的子孙千千万万，愿你的后代占领对立的城。利百加甲伊的女婢骑骆驼对迄个管家去，管家就带利百加转去。迄时以撒煞去比尼列海来，住伫尼吉夫
黄昏的时，以撒出来野外散步，夜头一个看到路德咧来，利百加看到以撒，就对路德落来。伊问迄个管家讲：伫野地咱遮行来是甚物人？迄个管家讲：是我的主人。利百加就用拍掠面，管家就将伊所做的代志拢甲以撒报告。以撒就牵利百加入去，伊的老母撒拉的布片，带伊做某。以撒真疼利百加，伊对老母死了后，到即时才得到安慰。基督徒遵行上帝的诫命是信仰的一个基础，就亲像亚伯拉罕的仆人遵守主人的命令同款，袂当违背。约翰提到着新约，或者是讲毋是新的约的代志。牧师认为讲，这并毋是诫命的重点。伊所咧强调的是，伫起先就已经领受上帝的诫命，但是人却无确实来遵守，因此需要重新来命令，需要颁布新的诫命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7节到11节安尼讲着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我写互恁的毋是新的诫命，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诫命，是恁捌听到的信息，总是我写批互恁的诫命，嘛毋通讲是新的。这对基督甲恁拢是真的，因为黑暗得过去，真光已经得照。人若讲伫伊伫光明，毋顾怨恨兄弟还是姊妹，事实伊犹居伫黑暗中。疼兄弟还是姊妹的人，是伫光明中间伫生活，袂抵到互人绊倒犯罪。毋顾怨恨兄弟还是姊妹的人，是伫黑暗中，伫黑暗中伫生活，毋知要去倒位。因为黑暗，互伊的目睭无看见。求主帮助阮来接受伊的命令诫命，行做忠心的仆人，会当见证阮是属伫上帝的。诗篇140篇，上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，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，因心内多无邪恶，不时制造纷争。因的嘴亲像毒蛇的嘴遐尼来，因的喙唇有毒蛇的毒。上主啊，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，因多无要甲我摔倒。凶恶的人暗中掘陷阱，张罗网伫路边设圈套要害我。我对上主讲：你是我的上帝，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恳求的声。至权的上主，我大quỹ力的拯救者，伫交战的时，你有保护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互歹人的心愿实现，毋通互因的计谋成功，至到自高，毋通互围困阮的人胜利。着互因嘴唇的毒害着因家己，求你用得到的火炭降落伫因身上，甲因迄落火显伫深坑袂阁起来。求你互制造是非的人伫地上徛袂牢，着互在下甲强暴的人对条条，拢甲因拍倒。我知上主会为着困苦的人伸冤，为着善请的人主持公道。义人一定会感谢你，正直的人会当伫你的面前徛起。求主帮助阮忠心来接受主的诫命，来见证阮是主的仆人。也因为阮愿意接受上帝的诫命，来完成上帝所交代的使命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